今晚澳洲冠軍聯賽焦點戰普雷斯頓雄獅對 NWS 精神，兩隊都係實力派，但數據話我哋知今場唔會咁簡單。先講主隊普雷斯頓雄獅，近5場入8球，主場戰績相當硬淨，但係防守問題仍然喺，平均每場俾對手3次射中目標。佢哋嘅節奏偏快，喜歡由邊路突破。至於 NWS 精神，最近客場3連不敗，防守體系好紮實，但係反擊轉化率唔高 ，XG 平均只係得0.9，明顯缺乏臨門一腳。盤口目前開主讓0.25，水位持續下降，市場偏向普雷斯頓，但係冷門味濃。我哋嘅法係細波方向 under 2.5較穩陣，上半場或許會拉腳，但後段可能打慢節奏。如果要搏，主隊半場不敗都值少少碼，你又點睇？留言講下你嘅心水。Follow 林伯數據室專業分析留言區揾秋香拎免費貼士。